好啦，咁我自我介紹先咧。我哋即係呢一個嘅叫做浩星團契，其實咧係播道會嘅嚇。咁我哋即係有一個嘅流程啦。我係鄺偉志牧師啦嚇，我係呢一個聚會嘅負責人嚇，亦都係呢個團契負責人啦。咁我哋有個流程嘅嚇，我先講講啦嚇。咁我哋咧就會好似而家咁樣，我會講一個 introduction 啦。咁我哋有一位咧，就係我哋個教會叫做播道會靈福堂啊。咁啊，其中一個小組或者叫團契叫做浩星團契。咁我哋其中一個會友啦，我哋或者叫教友咧，容易明白啲嚇，係叫 Edith。咁咧佢就即係有一個都係佢家人申請485嘅經驗嚇。咁所以咧就讓佢分享啦嚇，亦都喺當中唔單止係嗰個歷程啦。亦都係嗰個即係佢即係嗰個心靈裏邊所經歷啊咁樣佢都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咁跟住咧，我哋咧就會有正式嘅講座內容啦。咁好簡單介紹咧，咁我哋有兩位嘅講員嘅嚇。咁呢個機構呢個教育移民顧問嘅公司咧，就有Albie 啊嚇，同埋Eric 啊嚇。咁一陣間咧就佢哋履歷都好多㗎嚇。咁我相信由佢哋自己介紹返可能會好啲嚇。咁一陣間會有機會聽到佢哋嘅介紹嘅嚇。咁個講座內容咧就大概可能大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嚇。咁我哋就有個時間，跟住喺 Q&A 之前咧就會用5分鐘嘅啫，大家放心嚇。就會即係都介紹下我哋呢個主辦機構啦嚇。即係我哋搞呢個講座，其實我哋都曾經搞過好多唔同講座嚇。咁就搞關於理財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家長啊嚇，好多嘅講座嚇，有啲係實體，有啲係網上。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成日搞講座嘅，希望都服侍社區，亦都希望服務一啲人啦。咁今次嘅講座都係啦，希望有啲人可以得益啦咁樣嚇，亦都會同一啲唔同嘅機構、一啲專業嘅人士咧去合作嘅嚇咁樣。咁所以一陣間我哋會少少介紹下我哋教會啦，個內容啊係點樣啦。咁最後咧就有 Q&A 嘅，係啦咁樣。咁我哋咧就鼓勵大家咧就 Q&A 咧就可以喺 chat room 嗰度做嘅嚇。因為你一路聽可能一路諗起，咁你就可以 chat room 嗰度咧就問。咁就我哋可以 organize 下啦嚇，即係一路會喺聽你哋或者寫低嘅問題咧，咁就容易處理。咁今次呢個聚會就個半鐘啦，預算嚇，唔設休息時間嘅。咁大家自己去廁所自己搞掂啦嚇。咁我哋會錄影啦，頭先講咗啦。咁亦都咧，大家處理下你嗰啲聲響同埋鏡頭咁樣嚇，即係我一陣間食飯啊咁，甚至有時我哋聽到沖廁所聲，甚至我試過搞嘅聚會咧，即係嗰啲人冇閂 cam 換衫啊咁樣，即係咁小心啲啊大家嚇。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我哋搞 Zoom meeting 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呢幾年咁樣。咁但係都係要提一提嘅。咁尊重版權啦，頭先都提咗啦嚇，或者啲遲入嚟嘅嚇。咁希望大家唔好即係喺度cap 晒圖，跟住又錄晒音咁，跟住周圍 share 咁。呢個我諗大家成熟嘅嚇，希望大家有呢個守則啦。咁免責聲明咧就我哋都頭先講過咧，我哋唔同嘅一啲即係 talks 啊嚇，都係揾啲專業人士啦。咁無論理財，無論今次移民講座，咁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即係商業嘅運作。咁但係唔揾專業人士，咁你又唔可能講得好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通常都係就係話即係我哋 ACIC 呢個嘅機構都好好嘅嚇，即係都好明白我哋個情況啦。咁如果大家聽到一陣間今次移民講座，咁你有一啲嘅需要咧，咁我哋係歡迎你哋主動咧去揾佢哋嘅嚇咁樣嚇。咁變咗就即係我哋唔係喺度做銷售，但係我哋就即係希望攞到一個平衡啦。咁最後佢哋都會將佢哋嗰個資訊咧你知道點樣揾到佢哋噶啦嚇咁樣。咁我就唔詳細去講啦嚇。咁即係大家去留意啦。好，咁首先咧，我就請阿 Edith 咧嚟到分享咯喎。Edith 喺度嗬，係試，hello，咪啊，好冇啊？係啦，OK，咁聽到。我就將個時間交俾你啦。佢分享幾分鐘嘅啫嚇，讓大家知道咧，即係有個實際嘅
有好多嘅情況出現，咁咧EDIF 就係身歷其境，咁亦都係EDIF 啦，其中使到我哋會安排呢個講座嘅，都真係有好多人咧，即係行咗啲冤枉路啊，或者即係遇到一啲嘅困難困擾啊喺呢方面，咁所以咧我請 EDIF 嚟到去分享先啦。開項目，Hello，大家好，我係Edith 啦。咁我哋一家咧係喺2年前，我哋諗住用485嘅方法移民嚟澳洲嘅。咁當時我哋係用 Student Visa 嘅身份過咗嚟啦。我哋係2年尾嘅時間，一家人過嚟嘅。咁我就過嚟讀書啦。咁我哋讀咗個2年制嘅 Master Degree。咁去到24年中咧，咁我個成個degree 就完啦，咁讀完嘅時候，我哋係收到 completion letter 咧，咁就交咗俾我哋，因為當時我哋係喺香港用揾 agent 幫我哋申請 student visa 啦，咁佢係會諗住即係繼續去幫我哋跟進之後485嘅申請嘅。咁我哋收到 completion letter 之後，咁我就又交咗俾當時香港嘅 agents 啦，咁佢哋就幫我哋處理。咁我哋都等咗即係入咗申請之後，等咗3個半月左右啦，咁我哋就收到移民局嗰邊嘅 update，我哋係收到 visa 嘅 refusal 嘅。咁當刻我哋收到係好驚訝，係真係唔知點解會咁咧？因為我哋已經做足晒所有嘅嘢啦，交足晒所有要嘅文件啦，但係點解會唔批俾我哋咧？咁嗰刻我哋睇翻個原因咧，就係原來我當時嘅 agent 幫我哋入申請嘅時候咧，係喺我 completion letter 嘅收到嗰個日期同一日入咗個申請。咁原來咁樣樣咧，就係等於唔符合當時嘅 study requirement，咁所以我哋就refuse 咗我哋個 visa 啦。佢哋咁嗰陣時我哋就好驚，因為其實收到 refusal，我哋如果冇嘢可以做，其實我哋係30日內就要離開澳洲啦。咁我哋就唔知點算啦。咁我哋當時都有當然同我哋 agent 傾可以點樣做啦。因為我哋當時已經拎住 bridging visa 啦，我個 student visa 已經過期啦，咁所以我哋係唔可以直接再入多一次申請，咁所以係真係要去尋求下其他方案可以點做。但係當時我哋個 agent 咧就其實俾唔到咩方案我哋，佢淨係建議我哋可以 appeal。咁但係 appeal 其實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啦，亦都係我哋唔係好知係咪真係可行。咁嗰刻係好無助，因為我哋當時嘅 agent 都俾唔到其他意見，我哋有問啦，但係佢哋都即係話開咗會都冇咩建議可以俾到我哋。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即係當然有祈禱啦，咁開始冷靜落嚟，我哋就自己有上網揾下啲同類型嘅個案啦，或者揾啲網上面見到嘅 agent 去問下我哋嘅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啦。咁亦都有問我哋身邊都有唔少朋友係用485移民過嚟嘅，即係都有問下佢哋嘅情況，佢哋嘅 agent 攞啲意見。咁我哋當刻係收到好多好多唔同嘅資訊，因為我哋個情況比較特別啦，我哋一家人過嚟啦，我哋兩個本身都有工作喺呢度，咁小朋友讀緊書，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嘅考慮嘅地方，咁所以係唔係咁容易處理。咁我哋收到好多資訊咧，係當刻係好混亂，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方向，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做定係唔可以咁樣做咧？我哋都好擔心。咁我哋真係當時我就開始去揾教會嘅朋友幫手，我有揾鄺牧師啦，都有揾傳道人啦，亦都有同我哋自己團契嘅弟兄姊妹講翻我哋嘅情況。咁佢哋好好啦，有同我哋祈禱之餘咧，就都有介紹一啲佢哋自己識得嘅 agents 啦，或者佢哋識得嘅啲律師朋友，即係雖然未必係移民嘅範疇，但都介紹俾我哋識，等我哋可以多個專業嘅人士可以去諮詢一下啦。咁我哋即係經過咗都有幾個禮拜嘅不停嘅去詢問啦、攞意見啦、同大家傾嘅分析同祈禱之後咧，我哋最後係揾咗 ACIC 幫我哋處理我哋成個485嘅重新申請。咁個過程好複雜嘅，咁我就唔喺度長談。咁最後我哋係因為我哋即係屋企個情況係比較複雜，唔係就咁一個人過嚟啦。我哋有3個，亦都有工作，咁所以就係有好多考量嘅地方。咁其實喺呢件事情發生緊嘅呢幾個月入邊咧，係個日子真係唔係好好過嘅。咁每日都有好多擔憂啊，好多憂慮但係即係當牧師啊、傳道人啊同弟兄姊妹同我哋祈禱嘅時候，亦都會支持我哋咧。咁我哋係即係嗰幾個月係攞到好多安慰，攞到好多
喺神而嚟嘅平安。咁亦都好多謝弟兄姊妹嘅同行啦，咁同我哋一齊過渡咗整個流程，每一個過程咧，大家都有同我哋祈禱啦。咁最後係感謝神嘅，因為我哋而家咧一家已經終於所有450都批晒㗎啦。咁我哋已經即係成個經歷已經完成，咁都好多謝即係幫助過我哋嘅人啦。咁喺呢個經歷入邊咧，我覺得其實即係如果困難，除咗即係當然要揾一個真係有專業意見嘅團隊去幫手係好重要，因為自己真係唔知可以點做，加上好多唔同嘅法例啊嘅嘢，咁其他朋友啦，教會嘅幫助咧，其實都係好重要，所以我哋都即係好感恩啦，神一路開路啦，帶領保守我哋一家喺呢一度嘅所有嘅流程啦，咁亦都感謝弟兄姊妹同我哋同行啦，去 go through 我哋成個最艱難嘅時期。咁啊，最後大家希望咧，大家都透過今日嘅呢個講座啦，可以了解多啲450嘅流程咧，就唔好好似我哋咁遇到啲唔太專業嘅 agent，去令到個手續有啲乜嘢嘅差錯出現。希望大家都一切順利啦。好好，好多謝阿 Edith 嘅分享啊！其實即係我哋都溝通咗一段時間，佢哋係其實佢先生都喺度聽緊，即係有啲有關於私隱啦，或者個人啦、家庭啦，其實即係有陣時我哋作為一啲信徒啊、一啲基督徒咧，要分享呢啲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咁容易啦嚇，即係其實真係好難嘅嚇。咁尤其是即係。我哋當然啦，我哋都會覺得頭先阿 Edith 講得好啱，即係我哋都會祈禱啦，我哋都會尋求心靈嘅幫助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唔係即係祈咗禱咁樣都唔做噶嘛嚇，即係我哋都會如果嗰樣嘢係需要有人幫手嘅，或者需要專業嘅人幫手嘅，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咯嚇。咁樣有陣時即係點解要補充兩句咧嚇？喺講之前，因為都有啲人可能對於信仰有啲誤解嘅，你祈禱咁樣啊，乜都得啦咁樣，其實就唔係嘅，好正常人嚟嘅，我哋係 OK 咁亦都即係但係我自己教會除咗阿 Edith 啦其實有我哋教會都好幾多人下嘅即係我哋教會淨係廣東話翻嚟嘅都有成超過500人嘅，咁我哋都係大部分都係移民嘅群體啦，即係乜嘢形式都有係啦。咁就即係除咗450之外仲有其他嘅。其實即係個個嘅移民都係一個故事咯即係但係除咗話點樣搞移民嗰種嘅艱辛有啲甚至唔成功添嘅即係有啲成功或者係好艱難。咁但係即係我諗一個移民嘅群體，我哋係需要彼此嘅幫助咯咁我哋都好歡迎啦。如果即係我哋就唔係專業移民啦我哋係做即係教會嘅你可以話心靈啦，但係我哋可以話一個係 resourceful 嘅一個地方啦，因為去到外地咧。好多時你發覺最多人嘅其中一個地方咧，除咗 Chinatown 之外咧，就係教會咁即係我哋都係好歡迎大家即係嚟去一齊去 share 咁樣嘅，亦都我哋好實質即係會希望可以有 support 嘅，因為我哋都係過來人咯咁所以就講住咁多先，咁咧我就將個時間咧交俾阿 Albee 啦咁咧由阿 Albee 咧去分享咧即係關於呢個嘅題目啦介紹下你哋嘅團隊係點樣咁樣。好，咁請阿 Albee 啊。Hello，大家好啊，Albee 啦。咁今日其實係啦，我來自呢間公司啱啱，其實鄺牧同埋 Edith 都有提過就係 ACIC。咁亦都再一次多謝鄺牧邀請我哋嚟即係開展呢同大家 share 即係關於450申請簽證或者中間嘅一啲嘢咁樣樣啦。喺再 further 介紹我自己之前咧，咁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公司先啦。咁係啦，可以去下一個 slide 個圖先啦。我哋係啦，咁我哋 ACIC 啦，咁全名係 Australian College Information Centre 啦，咁成立喺1988年嘅時候，咁就喺 Sydney 成立嘅。咁到而家為止咧，其實已經有37年嘅經驗㗎啦。咁我哋嘅Sydney 係總部啦，總公司。咁我哋嘅分公司其實都遍佈世界各地啦。咁包括即係呢個中國台灣啊、澳門啊、
大陸嘅其他城市啊，甚至係歐洲咁樣樣嘅，所以遍佈世界各地啦。咁喺澳洲同我哋合作嘅呢個院校咧係有超過500間嘅，咁 cover 咗由小學到大學啊，又或者一啲 private 嘅 college 啊，又或者一啲係好似 TAFE 咁樣嘅學校，咁全部都係包括在內。所以其實我哋嘅服務範圍係包括到即係做澳洲嘅一啲學校申請啦。咁當然都包括，亦都係即係 EDIP 佢當初揾我哋幫手做嘅呢個事情啦，即係簽證啊、移民等等上面嘅事情。咁簽證上我哋亦都係有即係學生簽證嘅申請啊、485嘅申請啊，甚至去到後邊 PR 各種 PR 嘅申請，又或者你攞到咗 PR 啦，想擔保埋你嘅父母過嚟，咁種種嘅 service 其實我哋都係有提供嘅。可以落去下個 slide 啦。咁呢張圖簡單即係 show 到俾大家睇啦。咁其實就係一啲我哋合作院校嘅一個logo 啦。咁好似我所講嘅，其實我哋合作嘅院校有超過500間嘅澳洲嘅院校。咁同時我哋 service 嘅學生其實就佢唔單止香港人啦，咁都有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國家嘅人啦，超過40個唔同嘅國家嘅。跟住咧，咁就想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啦。咁我叫 Albee 啦，咁其實我都係香港人嚟嘅。咁啊，2021年嘅時候加入 ACIC 啦，咁到而家已經有即係超過4年嘅呢個工作經驗啦，係一個持牌嘅教育顧問。咁專門咧就最主要嘅即係我做嘅呢個學生啊或者客戶嘅群體，咁可能係即係港澳台為主啦。咁到而家其實已經幫助咗即係有超過1000個即係學生，咁就可能即係成功嚟澳洲升學啊，甚至係即係移民啊，攞到佢哋嘅 PR 咁樣嘅。咁側邊咧有我嘅呢個聯繫方式啦，如果大家即係有啲咩問題想問啊，咁歡迎可以直接 scan 呢個 QR code，WhatsApp、WeChat 都可以揾到我嘅。咁即係我哋其實諮詢咧就免費嘅啫，或者即係當大家香港朋友仔即係傾下偈啊，你有啲咩問題想簡單問一下，咁唔使擔心，咁唔收錢嘅，咁你可以即係直接 contact 我咁樣。咁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公司移民部嘅呢個經理啦，咁就 Eric。咁 Eric 咧，佢就喺2003年嘅時候加入我哋 ACIC，咁佢亦都係我哋公司第一位嘅呢個註冊移民代理啦。咁至今已經有超過20年嘅行業經驗㗎啦。咁佢最主要做嘅嘢咁就係幫了解客戶嘅呢個情況啦。咁根據佢哋嘅情況同埋運用佢嘅經驗去幫需要幫助嘅客戶去設計翻一個成功嘅方案去解決可能簽證上嘅問題啊，又或者係呢個移民嘅途徑啊。咁當初 EDIP 其實嘅情況亦都係啦，咁就係佢透過項目咁就揾到我，咁我了解咗佢情況之後，咁其實都係透過 Eric 嘅呢個帶領同埋即係佢嘅經驗嘅幫助底下，咁成功幫 EDIP 佢哋揾到一個可以幫佢哋解決問題嘅方案，咁到而家成功佢哋全家人都攞到咗呢個485嘅簽證咁樣啦。好，咁我哋可以開始今日嘅主題啦，咁就係講呢個485嘅簽證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個流程咧，會同大家講下簡單485係點樣樣啊，佢嘅要求啊，申請嘅流程啊等等。咁到最後亦都最重要，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啲485比較經常會遇到嘅一啲可能大家都唔小心犯錯嘅一啲地方。嗱，其實485個簽證咧就唔係好複雜嘅，佢啲 requirement 都好直接。list 晒喺個網站啦，甚至你去揾翻個法例，你都可以睇得到。但係就正正係因為佢啲嘢好 straightforward、好簡單，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大家反而係容易犯一啲即係唔小心嘅錯誤咁樣啦。咁等陣我都即係已經收集咗一啲即係常見嘅錯誤，想同大家分享翻嘅。好啦。咁 Hong Kong Stream 啦，大家即係成日都聽到啦，就係有啲人話啊救生艇計劃啊，咁想透過 Hong Kong Stream 移民啊咁樣樣。咁其實 Hong Kong Stream 咧，佢係一個 PR 嘅申請嘅 stream，咁同485其實佢哋兩者係分翻開。咁呢個圖咧，咁就係可以即係幫助大家了解嘅。其實而家對於你嚟講，適合去行一個點樣嘅路線啦。咁如果你係想透過 Hong Kong Stream 移民，即係攞到澳洲嘅呢個 PR 啦，咁第一步咁當然你需要係持有香港嘅護照啦，又或者係呢個 BNO 嘅護照啦。咁下一步你要睇就係我而家有冇簽證啊？即係譬如457、482啊，咁呢種其實係僱主擔保嘅 category 嘅一個簽證嚟嘅。咁如果有嘅，OK，咁你再住多即係可能香港 stream requirement，咁就係你喺度住夠3、4年之後啦，咁你就可以即係申請呢個190或者190嘅香港 stream PR 啦。咁如果你而家未有啊，咁可能
即係未有呢三者嘅其中一個嘅簽證嘅話，咁你而家可能要考慮嘅就係、哦，我點樣有冇啲合適嘅方式可以幫到我去攞到呢個簽證咧？咁常見嘅兩種方式而家就係一個就係482啦，僱主擔保，另外一個就好似 EDIP 咁樣，先行學生簽證2年左右嘅時間，之後再申請485，然之後再去到 Hong Kong Stream 嘅呢個 PR。咁今日個主題嘅重點可能就唔係呢個僱主擔保嗰度啦，咁僱主擔保亦都牽涉一啲比較複雜嘅嘢。今日嘅重點可能會擺喺呢個學生簽證同埋485嗰度先嘅。咁學生簽證咁大概係有啲咩要求咧？我哋去到下個 slide 嗰度啦。咁首先咧，如果你想即係畢業之後即係攞完呢個學生簽證，讀完書畢業之後可以申請到485嘅簽證嘅話咧，咁佢係有一系列嘅呢個要求嘅。咁最簡單，咁其實就係首先你個課程啦，你揀嘅課程註冊長度要有，或者你總時長要超過92個禮拜以上，呢個第一樣嘢。咁然之後咧，其實佢係仲有分兩個 category，咁後邊會詳細少少講。咁一個 category 咧就係 for 呢個 vocational study 啦，另一個 higher education 啦。簡單啲講，higher education 就係讀 bachelor 或者以上嘅課程，bachelor、master 啊，甚至係 PhD 嗰啲都係。咁 vocational 嘅話咧，咁就可能係一啲certificate 啊，或者係 diploma 嘅課程等等。咁呢個嘅話咧，higher education、bachelor 嗰啲其實冇限制你要讀啲咩課嘅。但係如果係 vocational，即係職業技能指向類別嘅嗰啲課程嘅話咧，咁其實佢係有一個要求喺度。咁呢個後邊我會再講啦。咁當然啦，你揀完課程啦，咁其實你最重要一步當然就係申請呢個學生簽證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澳洲嘅新聞嘅話咧，咁其實都可能聽到澳洲政府其實佢想減少呢個學生嘅人數啊，所以其實佢喺呢個審批學生簽證嘅時候咧，都係比較嚴格嘅。咁其實佢審批學生簽證嘅佢自己係有一套嘅 criteria 啦。咁我哋叫 general student 啦，咁就係講緊佢點樣根據你嘅 background 啦、情況啊，或者你係資金嘅等等嘅狀況啊，去判斷你係唔係一個即係佢認為係真係你 intention 最主要係嚟讀書嘅一個人，從而去批個簽證俾你。係啦，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大家喺揀課程啊，又或者係喺申請學生簽證 present 自己情況嘅時候，可能需要注意嘅一個地方啦。咁當你學生簽證成功批咗落嚟啦，咁你就可以嚟到澳洲開始你嘅課程啦。咁讀呢個書咁其實佢仲呢度到呢度咧，仲有個要求嘅就係你需要喺澳洲有超過16個月以上嘅呢個學習時長啦。到呢一步你完成啦，讀完咗書啦，咁跟住可能就有一啲 paperwork 嘅過程，咁你準備好晒嗰啲 requirement 嗰啲 paperwork 嘅嘢之後咧，咁其實你就可以申請485嘅簽證啦。咁呢度亦都想舉一個例子俾大家啦。咁其實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可能已經做咗好多年嘢啊，又或者有冇我本身學歷唔係好好啊，有冇啲咩課程適合自己啊咁樣樣？咁其實我而家比較經常即係推薦香港朋友就去揀嘅，可能都係建議佢哋首先申請 master 先啦，因為 master 嘅簽證咧肯定係會比一啲lower level 嘅一個課程佢會好批好多啦。咁其中一個常見嘅 master，咁其實啲學費即係嗰個 range 其實可以低至可能大概15,000左右澳紙一年。咁其實佢英文要求可能對 IELTS 6分啊。咁跟住你有 bachelor 學位，咁當然最好啦。咁如果冇，其實都可以用工作經驗去代替嘅。所以其實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啦，即係希望即係俾到一個例子，大家即係知道其實唔係一定話我本身要已經讀咗一個好好嘅學歷，咁我先至可以再申請學生簽證行 Hong Kong Stream 485嘅呢條 path 咁樣。咁去到下個 slide 啦，咁想同大家講一講，即係啱啱提到啦，咁485嘅簽證咧，其實佢係有兩個 category 嘅，一個咧就係 vocational 啦，另一個就係 higher education 啦。higher education 咁相對比較簡單，咁你滿足咗即係課程長度要求，澳洲學習時長係啦 ASR，即係澳洲學習時長嘅嗰個要求，咁然之後只要係 bachelor 學位以上 level，咁去到即係 PhD 啦 bachelor。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已經可以申請學生申請呢個485嘅簽證㗎啦。咁喺 vocational 嗰度稍微會複雜少少。咁其實佢會要求咧，你簡單啲講，你讀嘅嗰個課程要係佢嗰個中長期短缺
職業清單入邊所需要嘅嗰啲職業相關嘅課程先可以。咁我可以舉個簡單嘅例子啦，比較常見嘅咁，譬如就係即係 cookery 啊，或者係而家都可以嘅，即係譬如木工啊等等呢類型嘅課程，咁佢係喺佢個清單上面嘅，即係佢係比較缺呢啲職業嘅人啦。咁所以如果你讀咗相關呢個職業嘅呢個 vocation 即係 certificate 啊或者 diploma 嘅課程之後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做一個需要做一個簡單嘅呢個職業評估啦。咁之後你就可以去申請呢個485嘅簽證啦。咁其他方面就係英文啊、長度等等呢個其實都係一樣嘅。去到下邊嗱。485嘅簽證啦，咁其實佢香港或者 BNO 護照嘅人同唔係啦，其實佢哋申請出嚟嗰個要求啦，同埋長度都係唔一樣嘅。咁今日嘅重點係呢個 Hong Kong passport 同埋 BNO 嘅 passport 嘅呢個 holder 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呢兩個護照嘅申請人咧，佢個485批落嚟咧，首先第一樣嘢會有5年嘅一個長度啦，比起其他國家嘅人士咧係多咗整整3年啦。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年齡限制嗰度啦，其實都係唔一樣嘅，因為而家 Journal 嘅485咧，佢年齡限制係36歲以下，即係36歲就唔可以申請噶啦。但係 for 香港護照或者 BNO 護照嘅呢個持有人咧，佢哋呢個年齡限制咧係50以下，即係你未到50，其實你都可以申請嘅。然之後個 IELTS 分數又係呢度都係有一個唔一樣喺度嘅。咁非香港護照嘅呢個持有人嘅，佢哋要求6.5分。咁香港護照嘅持有人咧，係跟翻舊嘅 requirement，即係6.0嘅 IELTS，跟住每個細項不低於5.0，咁其實就可以申請㗎啦。係，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完成咗個課程之後，其實你需要喺6個月之內去申請嘅。咁呢個485嘅 pathway 啦，其實佢比起即係可能即係482啊，或者甚至其他嘅 pathway 㗎，我覺得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你係自己有 control 嘅，即係只要你一開始個學生簽證申請咗落嚟之後，咁你就會比較少其他嘅限制啦。咁你只要按部就班，即係完成你嘅學習啊，喺澳洲住夠呢個即係佢要求嘅呢個年期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申請呢個香港選美 PR 㗎啦。咁其實呢度好多時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我攞到咗485啦，我喺澳洲嘅期間有冇咩收入要求啊？有冇呢個工作要求啊？其實都冇嘅，係啦。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啦，其實你只要個人真係住喺澳洲，咁保留翻一啲證明，即係你係真係喺澳洲生活緊。咁其實就算你冇翻工做嘢啊，冇任何收入，其實都係冇問題嘅。好，跟住後邊咁我就準備咗2個 slides 咧，咁其實就係詳細少少咁樣 list 咗呢個485，即係嗰2個唔同嘅選，分別就係 higher education 同 vocational 嗰個嘅要求咁樣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可以即係呢度可能 cap 張圖啊，或者影張相咁樣。咁其實關於香港同 BNO 護照嘅呢個要求嘅話咧，頭先咧已經係同即係大家講咗啦，咁佢係比起其他護照持有人咧個要求係低一啲嘅。咁然之後呢度其他即係 common 嘅一啲 requirement 啦，譬如即係保險啊、police check 啊，或者係 time limit 啊等等呢啲咧，咁可能即係呢度我想同大家再講一講啦。咁就係首先第一樣嘢咁就好似你當年申請學生簽證嘅時候一樣啦。咁其實你申請485嘅時候咧，都係需要做一個體檢嘅，除非你喺過往12個月內咧係已經有做過呢個體檢啦。咁然之後另一樣嘢就係個保險啦。學生簽證你申請嘅時候咧，咁佢會要求你買一個即係 OSHC 啦，咁就係學生簽證專門嘅一個保險啦。咁其實485咧都有佢一個專門嘅保險嘅，咁我哋叫做 OVHC。咁呢度其實好重要啊，呢個都係大家經常犯錯一個地方。咁我留到後邊同大家講一個常見錯誤嘅時候會同大家再講。咁除咗呢兩樣嘢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大家需要申請喺申請485嘅時候咧，需要申請一份喺澳洲嘅呢個 police check，咁一個無犯罪記錄證明啦。申請485嘅時候咧，其實你唔需要提供香港嘅呢個無犯罪記錄證明嘅，淨係需要提供澳洲嘅啫。咁去到後邊，如果你已經係住夠咗呢個年期可以申請 Hong Kong Street PR 嘅話咧，咁嗰個申請咁除咗申請澳洲嘅呢個police check 咧，咁係會需要提供埋香港嘅呢個我哋俗稱良民證啦咁樣嘅。
咁同埋好重要一樣嘢啦，咁就係要記得，如果你申請想申請450嘅話咧，佢呢個有一個time limit 睇到啦，就係完成課程之後嘅6個月。咁呢個係 either 你學校 official 出咗 completion letter 俾你啦，話你已經完成咗呢個課程啦，又或者係你學生簽證到期之後嘅6個月之內，佢按比較早嘅嗰個日期為準。咁就必須要喺呢個6個月之內去交申請嘅。但係呢個亦都係 EDIP 佢當年嘅情況，就係佢呢個6個月之後係其實 after，which means 即係你完成嘅當日其實係唔計嘅，即係嗰日係唔可以交申請嘅。你必須要喺完成之後嗰日開始計6個月之內，係啦。好，咁可以去下個 slide。係啦，呢個係 vocational 啦。咁其實啱啱講咗咁最大嘅一個 difference 咧，咁就係呢個你要滿足中長期呢個短缺職業清單入邊嘅課程嗰啲職業相關嘅課程，咁先至可以申請嘅。咁對於非香港或者 BNO 護照持有人嚟講咧，佢呢個450嘅長度會係1.5年啦，18個月。但係香港人一樣，其實佢都係俾夠5年俾你嘅。咁去到下邊啦，咁再下一張 slide。其實我哋就整理咗一張即係簡單嘅一個 checklist 啦，即係當即係希望呢個可以幫到大家啦。咁但係其實可以即係留一留個 record 咁樣樣。咁其實呢個就係咧你申請450嘅時候需要準備嘅一個文件嘅或者材料嘅一個清單啦。咁就包括即係你有張相啦，passport 嘅呢個requirement 嘅一張相啦，你嘅護照啦，你嘅出生證明啦。如果你有改個名，咁要改埋呢個改名嘅證明啦。然之後，如果你係有即係譬如你帶你嘅配偶去一齊申請嘅，咁你都需要提供翻你哋嘅呢個關係證明啦。咁即係譬如結婚證書啊，又或者如果喺澳洲咁 de facto 啊等等呢啲都可以嘅。然之後當然你都需要提供你嘅英文成績啦，需要提供你完成咗澳洲嘅program 嘅呢個證明啦。咁一般嚟講就兩樣嘢，一你嘅 completion letter 同埋你嘅 transcript。咁呢度其實好多時大家會問啊，completion letter 係乜嘢啊？係咪講緊我嘅畢業證書啊？咁如果我讀大學嘅讀呢個 bachelor master，咁佢哋俾畢業證書嘅時間好似好長好耐喎，即係喺我讀完咗之後，可能要等多即係4-5個月啦，之後佢哋先至會 send 張畢業證書俾我。咁其實呢度咧係可以同學校申請一樣叫做 completion letter。只要你確認你滿足咗畢業嘅要求之後，學校其實 suppose 就可以出呢一張嘢俾你㗎啦。咁佢其實就係攞一個證明啦，證明你已經完成咗課程。咁有呢樣嘢，咁你就唔需要提供畢業證書嘅。咁亦都有即係下面其他文件啦，咁講咗即係呢個澳洲嘅 police check 啦。咁然之後就係你嘅個人嘅一啲身份或者個人一啲資料啦。咁呢種包括即係可能你嘅聯絡方式啊、地址啊、過往嘅一個旅遊記錄啊等等咁樣樣。咁仲係都有保險同埋即係呢個去做呢個 health check 咁樣樣。咁呢度啲嘢咧，假設即係通過 ACIC 去做啊，咁我哋會再提供一個即係好詳細嘅 checklist 俾我哋嘅 client 啦。咁然之後亦都會即係好多即係譬如冇犯罪經驗證明等等嗰啲嘢，我哋係直接幫我哋嘅客人去做呢個申請添嘅。係啦，咁如果跟咗呢個清單收集齊咗啲文件之後咧，咁其實就可以去到下一步啦，就下一張 slide。咁就係去遞交呢個申請嘅一個流程啦。咁當然啦，再三確保係啦，自己已經準備好晒啲文件。然之後亦都申請咗呢個 police check，有呢個保險，亦都假設你哋申請嘅係 vocational 嘅嗰個 stream 嘅話咧，咁要確保你已經交咗呢個 skill assessment 嘅申請啦。咁然之後其實就可以交呢個450嘅申請㗎啦。咁交咗450申請之後咧，咁其實如果你係即係本身個學生簽證咧，仲係一個有效嘅期間嘅話咧，咁你唔會即刻變成一個 bridging visa 嘅，你會一直去到你嘅學生簽證到咗期，而有個450又仲未批嘅情況之下咧，你先會變成一個 bridging visa。咁一般嚟講，其實佢都會俾定張bridging visa 嘅呢個 grant letter 俾你啊，但係會寫咗個 not active 嘅狀態。咁嗰個就係一般你仲有學生簽證嘅時候，有效嘅時候交咗450嘅一個情況啦。咁然之後體檢，其實體檢呢樣嘢咧，多數情況下大家一般可以喺呢個450交咗之後先再 arrange 啦。咁佢會喺你交完之後，佢即刻其實就會出咗一張體檢 referral 嘅一個 letter 俾你，咁你就可以去呢個認可嘅體檢中心去做呢個體檢啦。當然，某一啲情況底下，如果你係有需要嘅，其實都可以係喺交450申請之前
做咗個體驗先嘅，特別係即係譬如喺翻 Sydney 啊咁。而家佢去預約體檢嘅時間可能比較耐，咁你想即係提早約咗先，咁其實係都可以嘅，咁都一樣喺翻個 email account 嗰度，其實係可以做到呢個事情啦。咁然之後arrange 晒呢啲嘢啦，咁其實你個400嘅申請咧就已經係即係完成嘅啦。咁只係可能後邊你前邊係交呢個冇犯罪經證明嘅時候，你只係交咗一個receipt 俾佢啦，即係話你已經提交咗呢個 request，但你未收到 actual 嘅嗰張證明。咁喺呢一度咧，咁其實你就喺收到之後，咁記得要再去補交翻相關嘅嘢俾佢，係啦。好，咁呢度啦，咁就係去到即係再同大家 summarize 強調一下，即係一啲比較常見，即係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就包括即係啱啱講咗好多次啦，就係呢個 Australian Study Requirement 啦，就係講緊你個課程註冊長度，記得要有92個禮拜，同埋你喺澳洲讀書嘅時間咧要有16個月以上，咁你先至有申請450名。之前係試過有即係可能佢哋即係一啲其他地方嚟嘅一啲香港朋友仔啦，咁佢係可能即係佢當年就可能喺香港個 agent 幫佢申請個課程嘅時候，咁唔知道啊原來有個92個禮拜嘅 requirement 啊等等咁樣，咁開始幫佢申請個課程，真係啱啱好少咗1個禮拜91個禮拜，咁啊導致咗佢嘅450申請唔到啦。咁係當然有辦法解決嘅。咁嗰陣時其實就幫佢去再即係申請咗一個比較短嘅課程啦，咁令到佢總體嗰個長度咧超過翻92個禮拜，咁之後再去申請呢個450。但係其實呢啲嘢一開始嘅時候就可以避免嘅啦，所以大家可能即係自己，就算你即係揾咗 agent 幫你申請，咁其實我都建議大家係大概自己需要去了解一下佢個 requirement 大概係點樣樣啊，咁確保你嘅 agent 幫你做嘅亦都係正確嘅。咁同埋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又係呢個 completion date 嘅問題啦。咁就係記住，唔係喺完成嗰日，係完成之後嗰日開始計嘅6個月之內啦。咁同埋啦，而家亦都係即係疫情之後嘅一個轉變咁樣樣咧，就係呢個450嘅申請咧，而家其實係淨係可以喺澳洲境內去提交嘅。咁但係你交完申請之後，其實你係允許，即係譬如你翻香港等佢批落嚟啊，批落嚟之後再翻嚟澳洲，咁呢個係冇問題嘅。但係交嘅時候一定要喺澳洲境。好，再去到下個 slide 啦。咁呢度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即係一啲大家比較經常遇到嘅錯誤啦。咁 completion date 呢個問題，咁頭先都即係講咗好多次啦，咁就唔再提啦。咁去到保險 OVHC 呢一度咧，咁其實就即係首先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你需要係喺你交450申請之前咧，你就準備好咗呢個 OVHC。咁然之後就提供呢個證明。咁呢個 OVHC 咧，佢嗰個 policy 嘅即係 cover 嘅長度咧，係必須 cover 晒你成個450嘅長度。特別係當你後邊係打算申請 Hong Kong Stream 呢個189或者191嘅呢個 PR 嘅話咧，咁一定要注意呢個好重要啦。因為其實即係申請呢個 Hong Kong Stream 嘅 PR 啦，除咗話你要喺澳洲住咗3至4年之外咧，佢仲有一個 requirement 嘅，呢個 requirement 咧就係要確保你符合450期間所有嘅簽證要求。咁450期間所有嘅簽證要求代表乜嘢咧？其實佢得一個簽證要求嘅啫，就係你要 maintain 你嘅health insurance，即係呢個 OVHC。咁其實好多時大家會常見一個錯誤嘅即係可能即係出問題嘅地方啦。咁就係可能第一你一開始買呢個保險嘅時候諗住450可能冇咁快批喎，我買遲少少先至開始，想慳翻即係可能1個月保險錢啊咁樣樣。which 係其實冇問題嘅，但係你要確保自己個450批咗落嚟之後嗰一日，你要即刻 contact 翻你嘅保險公司，同佢即係假設呢個日期係批落嚟嘅日期係早於你呢個450個保險開始日期嘅話咧，即刻 contact 你嘅保險公司，同佢講話，我想改翻我個保險嘅日期，要即刻生效。呢個好重要啦，因為其實呢個證明咧，到時你申請 Hong Kong Stream PR 時係一定要提供嘅，係真係有 client 佢試過，因為可能之前 agent 佢冇幫佢即刻調整翻呢個保險 cover 嘅時間咧，咁導致咗佢後邊 Hong Kong Stream 個 PR 係佢簽嘅。咁然之後啦，另外一個呢個 OVHC，大家可能會經常做一個事情咧，就係譬如話因為450期間你係可以去 travel，亦都可以翻香港
即係玩啊，或者見下朋友啊咁樣樣屋企人。咁佢哋有時可能會覺得啊，我橫掂我要翻去香港，可能1個月啊2個月嘅時間啦，咁索性我就停咗我個 OVHC 先。係可以嘅，但係好多時咧，大家個問題就在於佢翻嚟之後唔記得即刻開翻，即係 active 翻嗰個 OVHC，咁導致咗又係啦，可能 cover 少咗1日2日咁樣樣，咁亦都會可能導致佢後邊申請 Hong Kong SHRM 個 PR 嘅時候咧係拒簽嘅，係啦。然之後下一個就係呢個 police check 啦。呢個 police check 咧，之前試過有香港嘅朋友仔本來時候咁同我講話，我個485等咗成半年都冇批喎，發生咩事啊？咁我嗰陣時都要幫佢去睇翻個情況啦，發現原來個問題就出咗一個 police check 嗰度啦，就係佢其實喺交450嘅申請嘅時候咧，未有提交呢個 police check 嘅呢個申請，即係唔係話你交450申請嘅時候你就已經要有呢個 police check。但係你要喺交450申請之前嘅1日，起碼之前嘅1日，你已經提交咗 request 呢個 police check 嘅呢個申請，跟住提供個證明落去。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同一開始我哋講 completion date 會導致拒簽嘅呢個情況係一樣嘅，就變成咗你係唔符合佢個要求啦。係啦，咁然之後最後一樣就係呢個英文嘅呢個考試啦。咁英文嘅呢個考試咧，其實佢個要求都係即係要喺你即係唔係話你交450申請嘅時候嘅，你要攞到咗個英文成績啦。但係你必須要喺你交450申請之前至少1日已經完成咗個考試，係啦。你可以未攞到個成績，咁就去交呢個450嘅申請，但係你必須要喺交450申請之前1日，起碼1日完成咗個考試。咁當然啦，咁樣做其實有個風險喺度，即係可能你到時後尾，你攞到咗嗰個即係英文考試嘅成績，發現咦死啦，冇 meet 到個 requirement 喎，可能爭少少咁樣樣。咁其實呢度有個風險喺度啦，所以其實我一般都建議大家英文嘅呢個即係譬如 IELTS 呢啲咧，係起碼提早即係半年就開始去準備定啦。即係譬如你喺畢業之前嘅半年就可以開始去考定先啦。咁跟住就確保自己可以喺畢業嘅時候已經有一張即係符合要求嘅英文成績啦。因為呢英文成績咧，其實申請450嘅 purpose 嚟講咧，佢係有一個1年嘅有效期喺度嘅。咁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就係咁多啦。咁跟住落嚟，我交翻喺我哋做呢個 Q&A 環節之前，我交翻俾阿鄺牧先。好，我開翻個樣先啊。多謝阿 Albee，佢好詳細咁樣解釋。咁當然咧，即係好多細節嘅裏邊咧，都會可能大家會遇到一啲問題啦，嚇、即係可能各方面嘅問題啦。我自己都想問問題嘅。咁就喺問問題之前咧，咁我哋即係講少少我哋即係主辦呢個單位嚇、我哋叫做播道會靈福堂啊。咁我哋播道會靈福堂裏邊嘅其中喺如果你熟悉 Sydney 咧，就喺北少少有個區叫 Hornsby，咁我哋就係喺嗰度嘅一個團契啦。咁其實我哋咧係逢禮拜日咧都會有崇拜嘅嚇，即係 worship 啦。咁我哋頭先提過啦，即係我哋廣東話加埋係超過500人嘅。即係平時崇拜咁樣，咁你話點樣裝到500人咧？咁我哋依家就喺Chatswood 咧，就係近火車站有個叫 Zenith Theatre 嚇，我唔寫地址啦嚇，大家查到噶啦。咁我哋咧逢咧8點9、10點半，即係聽日啦嚇，12點15分咧就有唔同嘅崇拜嘅。咁啊每一堂咧我哋係坐250人啦。咁其實你見到我擺啲圖喺度咧，即係嗰個 theatre 咧，即係佢係其實係一個劇院啦嚇。咁平時你有機會可能都會去睇話劇嘅嚇，或者其他啲 event 啦。咁我哋就朝頭早喺嗰度租咗啦。咁下邊中間嗰張咧就係我哋其實間教會咧，就我哋有個地方咧就好多年噶啦，就係 East Lindfield 嚟嘅嚇。咁你見到間教會個樣啦。咁因為我哋其實咧唔係淨係廣東話，我哋有英語，我哋有國語嘅崇拜。但係咧就好多年咧，我哋都係喺唔同地方啦。East Lindfield 嗰度咧就係遠啲嘅嚇。如果行路咧揸車5分鐘喺火車站行過去，但係火車站揸過去，但係咧行過去要半個鐘嘅。咁但係咧，你見到最底嗰張咧，我哋有個叫咧 Project 518啊，即係518計劃。其實我哋已經買咗個地方咧，係以往一間 Heritage 嘅教會，就喺Pacific Highway 518嚇。咁個地點咧就喺 Chatswood 啦、Link Cove、亞他文中間嘅。
咁啊，即係俾大家知道咧，我哋咧可能下年會搬㗎嚇，咁所以我哋依家都係搞緊呢樣嘢啦嚇，我已經買咗地方啦咁樣，咁所以我哋3個語言應該都會走翻埋一齊啦，即係嗰個星期日啊或者平日嘅使用咁樣，俾大家知道啦。呢個係播道會靈福堂啦嚇，咁我哋靈福堂裏邊即係除咗話有崇拜，即係個個人都歡迎咧，咁有陣時我哋有啲歡迎一啲可能係你想了解信仰嘅或者你初信耶穌嘅咁樣。咁我哋都有一個嚟緊4月27號咧，就有個叫 Alpha Course 嘅嚇。咁我唔詳細講啦嚇，俾大家知道，即係我哋會有呢啲嘅咁樣嘅 course 舉辦啦，10點半至到12點嘅，又喺 Zenith Theatre 裏邊。咁頭先講豪星團契咧，即係你當係一個即係新研嘅一個地方啦，喺 Hornsby 啦。咁你見有兩張 poster 咁樣嚇，即係呢1-2個月嘅活動咁樣嚇。咁其實我哋咧就啱啱先喺3月就去咗另外一間教會，我哋借用佢嘅地方逢第2同埋第4個禮拜下午3點至5點嚇。咁嗰個地方咧叫 Hornsby Uniting Church 啊。你見到有張圖仔咧，有個好靚嘅 church 咁樣嚇。咁亦都唔詳細講啦，咁就係我哋呢個單位搞嘅今次呢個講座，有陣時我哋會搞啲 physical 嘅講座嚇，咁有機會我哋再同大家聯絡啦。咁啊嚟緊最近嗰個咧，除咗呢個即係今日呢個講座之外咧，就4月12號下個禮拜有一個叫團契啦。頭先嗰張 slide show 咗，跟住咧我哋有個郊遊嘅嚇，咁呢度有個 Anzac Day 嘅嚇，即係澳紐軍團日。咁我哋放假咧就去郊遊啦、飲茶啦，咁嚇歡迎你哋參加嘅。咁當然有啲香港嘅就參加唔到，唔緊要嚇。咁我哋亦都搞一啲健體班啦嚇，即係下個禮拜有一個 Pilates 啊嚇。咁我哋都係好受歡迎嘅呢啲嘅班，啊遲啲又搞烹飪班啊、整種班啊，好多嘢嘅，咁啊即係希望呢啲都可以服侍社區啦，接觸唔同嘅人啦。好啦，咁咧我就講咁多啦嚇，咁即係我係抗疫節目師嚇，有啲可能遲咗嚟嘅，咁歡迎大家亦都同我哋聯絡啦嚇，即係如果想了解多啲我哋教會，咁我將 Q&A session 咧就交翻俾 Albie 個團隊啦，Eric 佢哋啦，咁我喺嗰個chat room 咧，我睇唔到有問題嚇，咁如果咁咧，我就即係一個 house rule 啦。咁大家可以你識得喺嗰個 Zoom 嗰度舉手係嘛？即係我驚好多人一齊問。咁如果唔係咧，你可以開個咪咁樣嚟到去問嘅，係啦。咁你問咗，咁我哋逐個解答啦。如果同時幾個人咧，就唔好咁混亂咁啊，舉手好啲。好，有冇一啲朋友係想問問題嘅？咁我想請問咧，如果同482有關嘅問題咧，問唔問得㗎？都可以。今日有 Eric，佢係專係啊，家可以幫大家解答。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問咗485先，因為我就係揸482嘅，嗯，係啦，我都就嚟要申請嘅，所以我都有啲嘢想問嘅，順手。可以有啊，冇問題啊？係啦，大家但係其他人有冇問題啊？485，大家開咪咯喎，如果唔係我哋收檔噶咯喎嚇，有冇一係可唔有可以冇問題？再下一個 slide 就係啦，即係可能大家而家未諗哦，到嘅好啊，好啊，問題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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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如果可能係即係幫朋友嚟聽住先嘅，咁真係之後想再即係詳細或者 privately 咁樣去問，即係關於好 specific 你嘅情況嘅話，咁歡迎即係喺呢度你可以揾到我所有嘅聯繫方式㗎啦，嗯亦都包括我哋公司嘅網站啦。咁即係如果有任何問題咁，歡迎 contact 翻我哋 ACIC 咁樣咯，係啦，嗯，即係 privately 咁一 contact。係啦，咁我將呢張 slide 擺喺度，大家可以影低阿 Albie 個聯絡啦，咁樣。咁我問先啦，都係冇人問咧，因為咁我其實都想補充咧，即係我開始識 ACIC 都係我個仔我個仔佢去讀書啊，咁樣。其實我哋揸住482嘅咧，即係482就係嗰個工作簽證啦，就 PR 嘅 path 啦。咁我依家就嚟緊可以申請啦，即係等完嗰個 Hong Kong Stream 要求嗰4年咁樣。咁其實我仔嗰個 case 都係有啲麻煩嘅，因為佢又唔係485嚟嘅佢又即係我482，跟住跟達我，跟住佢可以申請即係喺呢度讀書，但係佢又係外國人嘅，淨係外國人，佢喺度讀咗10年書都仲係外國人。咁佢之前揸學生簽證，依家就
跟住我啦。咁點樣跟住我？佢點樣讀書，即係都係要即係要諗咯，咁樣嚇。咁就即係同阿 Albee 佢哋傾嘅時候，都要好仔細去睇翻 case by case 嘅。即係我想講翻我個制度係啦，咁樣。咁我想問嘅問題咧，即係482咧，我等到即係 Hong Kong Stream 個 requirement 4年之後啦，咁我 apply 啦。我想 clarify 嗰個 police check 咧，即係其實頭先嗰個頭先你係講緊申請482嘅時候啦，因為嗰陣時我有 agent 幫手跟嘅，教會有個 agent 幫我哋。咁但係依家我可能自己搞啦。咁即係話係咪我依家申請嗰個叫做189、180、190啊？咁我就係咪我要 apply 咗個police check 先，我先 apply 嘅咧？即係遞表之前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那我来回答一下。Hello，大家好，我是 Erica。我广东话是听唔先讲，所以我就讲国语了。然后因为那个189签证的话呢，它是 permanent visa，所以说其实 police check 的话呢是可以先交签证之后候补的。那 police check Australian 的话呢，你可以申请前 order 或者申请之后 order 都可以。然后 Hong Kong 的 police check 的话呢，它一定是要等到移民局有发一个 request， 然后你拿到这个 request 之后再去办理。所以说呢 ，Hong Kong 的 police check 的话呢，你事先没法去做，要等到递交签证之后，有了 reference， 有了那个移民局的 request， 然后再拿这个去申请，然后它也是直接寄到移民局去的，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我想问就是，就是说，我们要2个 police check，一个是Australia，一个是香港。它其实是这样，它是要求是在16岁以上，就16岁之后。10年之内，你在任何一个国家累计居住超过12个月，那这些国家都要。那比如说 Hong Kong，包括 Australia，甚至你可能在New Zealand 待过一段时间，只要是 accumulate 超过12个月，在过去10年之内的，它都会要求你去做这个 police check。哦，所以10年，所以如果我之前我因为很久没有回香港我在香港就是上一次就是2019之前我就是在2017我来澳洲之后的没有12个月，但是都需要，因为对， 10从你年申请时往前推10年，那今年2025年嘛，那如果今年申请的话就是15年，那15都年需要到现在有没有超过12个月？有超过就要申请。谢谢谢谢。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这个health 的那一个，所以我也是要等我apply 这个 application lock 这个 application 等这个移民他回答我才是去申请这个health check 是吗？对 ，police check 和 health check 的它都有个有效期，它的有效期呢是12 months at the time of decision， 不是你申请的12个月之内，是他做决定的。那这就要根据移民局的就是审理速度，他有时候有些签证审得很快1个月2个月就审到了，有些签证审得很慢，12个月甚至1年半时间。这个主要是因为他团队人手和签证审理优先级的关系，他内部的一个安排。那也就是说，体检的话呢，也是你可以在递交完申请之后去做。递交完申请之后，它会 generate 一个 HEP ID， 有个号码，拿着这个健康号码，你去预约完成体检。做完之后的话呢，就等批签。但是如果万一他审理有超过12个以上，等分到签证官的时候，他可能会让你再提供新的。那之前我们比如说在申请州担保190的时候，他审理的时间就非常长，所以我们有很多客户递交之后，体检和无犯罪记录都有过期，那他可能会再写信要求人提供新的。所以说呢，体检和无犯罪不用急着去做，可以在递交完之后去做是可以的。是可以的，特别你是需要 order Hong Kong police check 的话，它肯定有一段时间的，所以說你可以用這段時間去做體檢。好，謝謝。其他人有冇問題啊？喺嗰個 chat box 嗰度咧，咁就有2個朋友仔問咗問題啦。好啊，你答啊，咁樣。呢個比較 straightforward 嘅問題，咁我直接解答咗啦。咁佢第一個問題問嘅就係即係 Hong Kong Stream
即係呢個嘅 PR 有冇呢個成功嘅案例啦。咁呢個係有嘅，而且其實已經有好多嘅香港朋友仔已經通過呢個 Hong Kong Stream 攞到 PR 啦。咁其實而且现在审理时间也比较快，好像就是你满足4年居住递上去之後，好像就是幾個月就可以批下來這個簽證啦。係啦，冇錯，即係 Eric 講嘅就係呢個平均嚟講，咁其實我哋自己 ACIC 都有好多嘅即係香港朋友仔透過呢個攞到咗個 PR 啦。咁平均嚟講咧，係大概3個月左右嘅時間，即係最近嘅一位，即係大概係一個月前攞到㗎啦。咁平均嚟講，即係等咗可能大概就3個月左右嘅時間啦。咁其實即係舊年年尾啦，我睇翻移民局嘅數據啦，即係通過呢個 Hong Kong Stream 攞到咗 PR 嘅朋友仔，其實已經係有大幾百個，接近1000人嘅啦。係啦，呢個就希望解答到呢個問題啦。所以其實已經有好多成功例子嘅。第二個問題是申請485簽證時候申請 AP 需不需要 onshore？這個是不需要的。它是網上 order，如果在我們這邊辦理的話，我們可以替客戶去 order 這些，這個是可以你人在海外的時候去準備都 OK 的。然後呢 AP 它是1年有效，所以說申請時它必須是 within 12 months。如果你之前有做過的話，那是可以用。但是有一點要提醒大家的是，它是有類別的。有時候你在工作上需要，它可能會要求你去 order APP， 但是這個類別的話，其實是不能用來申請簽證和移民的。很多客戶如果不清楚的話，他就是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Check， 他就把原來工作類別的這個 AP 申請上傳之後，等來就會拒簽，因為就等於說沒有一個正確的 category， 這也是常見的一個錯誤其實。所以說申請時候一定要選 immigration purpose， 所以說就看你之前如果有申請過immigration purpose 的 AP 是可以用的，那只要在1年之內就可以。仲有一個問題嘅，我見佢係485咁住夠4年之後咧，要準備咩文件去申請呢個 PR， 同埋幾時申請最好？就是現在申請，如果是189的 Hong Kong Stream 的話，它要求你滿足4年的 residence， 那4年是從你的485簽證批簽日開始，那批簽日如果你是在境內的話，就從那天開始。如果你批簽的時候人在海外的話呢，最好是你入境的那個日期開始算4年，4年之後其實就可以遞交申請了。那基本的要求就是說，你提供你滿足4年 residence 的一個居住證明。一般來講的話，你可以用 bank statement 上面有你的 address local transaction 在澳洲的一些交易記錄證明你這4年都是在澳洲還有你的住址證明。住址證明的話，都有住址的 bill 或者是你收到的 letter 上面有你名字日期住址這些，那也就是說你要整理出4年裡面你這些證明，然後提供給移民局。如果有租約的話，當然也是最好了，但是不一定每個朋友都有租約。那前面2個資料是一定要提供的。然後還有的就是 Abby 講的，就是你要 maintain 這個 OVHC， 所以說到時候你要提供證明，就是4年裡面你都有 maintain。那也就是說，如果是有一個 gap 的話呢，這就會比較大的問題，而且你可能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是2-3年以後了，那就比較麻煩一點。所以說各位朋友也是要注意要 maintain 這個 OVHC。其他的就 standard 就是health 和 character， 也就是體檢和品行的問題。所有 permanent visa 都是需要做體檢和品行，無犯罪記錄。那如果滿足這些條件的話就可以。那它沒有英文的要求，也沒有年齡要求，也沒有其他額外，也沒有工作和收入的要求都沒有。好，咁啱啱我收到個即係 DM 嘅 message 啦，咁有個朋友仔就問啦，即係呢個92個禮拜，即係我啱啱前面有提到申請485之前你嗰個學生即係讀嘅課程咧，需要92個禮拜以上啦。咁我見佢問咧就係如果放假期間離開咗澳洲，咁佢個課程如果係有即係喺澳洲嘅時間仲有84個禮拜，希望冇理解錯你個問題啊。咁佢可唔可以申請呢個485嘅簽證咧？咁其實咧92個啱啱都有提到啦，92個禮拜係個課程註冊長度。
咁其實就唔係話你一定要上足個即係喺澳洲嘅時間就有92個禮拜，你喺澳洲嘅時間咧需要嘅係16個月。咁只要你個課程註冊長度佢就係92個禮拜，而你嘅時間亦都有16個月嘅話以上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完成課程之後嘅半年之內去交申請啦。佢有個問題話想申請450係啦，如果係冇 vocation，OK，bachelor，呢個問題。嗱，其實咧，你揀 vocational 或者係 higher education 咧，係 depends on 你讀咗啲咩課程嘅，係啦。如果你讀咗嘅係 bachelor 或者 master 以上，簡單啲講就係一個 degree 課程啦，咁你一定係申請 higher education 嘅450。如果你係唔係讀嘅呢個 bachelor，你係讀咗即係一啲 diploma certificate 嘅話咧，咁你肯定係要申請 vocational 嘅嗰個450嘅 stream。咁如果呢度要講有咩注意嘅話咧，咁就係你揀呢個 vocational 嘅課程嘅時候，你要注意翻就係呢個課程佢同佢相關嘅嗰個職業係咪符合澳洲而家中長期短缺職業清單入邊嘅呢個職業啦。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你要申請485是要有學生簽證的。那你申請學生簽證就會有一個 genuine student 的一個 requirement，也就是說你申請的課程，你要說服給簽證官說是和你的 background 和你的 qualification 都是有關聯的那這個的話呢就要 case by case 了。如果你沒有 bachelor， 你可以選擇 vocational， 你也可以，如果申請得到 master 也可以讀 master， 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拿到學生簽證才會有後面的485簽證。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可能就是要在申請課程前和我們的教育顧問、移民顧問一起討論一下，選擇一個比較適合的方案。那之後做簽證的時候呢，可以 convince 這個簽證官 ，OK， 我這個 plan 是 genuine 的，我不是為了 migration， 我是為了我的 career development。你申請簽證的時候，你不會學生簽的時候，你不會跟簽證官說我申請這個是為了移民，那你肯定跟他說是為了個人的一個發展，所以這點是比較重要，需要考慮的。我想問一個問題呢，我知道答案嘅，但係呢，我想代問，就係即係譬如話申請學生簽證或者呢啲485嗰啲呢，有一啲即係好多香港人其實佢會揾香港嘅移民顧問啦。咁其實即係喺澳洲呢邊，其實係咪可以直接揾澳洲嘅移民顧問係好啲啊？抑或唔好啲啊？抑或即係係點樣睇呢樣嘢咧？咁其實咧，如果你係有即係簽證啊、移民等等相關嘅需求咧，咁其實澳洲佢係有即係一系列嘅 regulation 啦，咁係有一個專業嘅人士，我哋叫做即係持牌移民顧問，咁 Eric 佢就係其中之一啦。咁我哋呢個叫 Mara，咁其實你喺澳洲即係 Mara 官方網站咧，係可以 check 到每一個持牌人嘅登記嘅信息嘅，所以假設你揾一個人，你想知道佢係咪真係有資格去提供呢個 service 俾你嘅話咧，咁最簡單嘅方法就問佢要佢嘅 Mara 登記嘅呢個 number，然之後去翻 Mara 嘅呢個官方網站嗰度入個 number 落去，睇下係咪真係有呢個人，佢真係一個仲有牌照喺度執業緊嘅持牌移民代理。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呢個人咁我相信就係有即係有呢個資格啦，咁就去即係提供呢個 service 俾你咁樣樣嘅。然後我再補充一下，就是我們 ACIC 的話，就是88年是在澳洲成立的，它就是我們只做澳洲的留學和移民，所以這是我們的 focus。所以說在這麼多年，我們其實有積累了很多的大量的經驗 case，然後我們也服務很多的海外的人士。我們平時也不太做廣告，但是如果聯繫的話，基本上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聯繫到我們，那我們可以直接替海外的客戶提供這方面的服務的。那剛才說了，就是其實澳洲這邊是有很完善的一個監管機制的，包括教育顧問，他有一個 license，migration consultant 他有一個 license。那海外的話呢，它其實因為澳洲是沒有 jurisdiction 去管到海外的，
所以说呢，海外你去其实是不应该提供这些移民建议或服务的，但是呢，很多也是在做，是没有 license 在做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对客户来讲可能就少一些保障。第二个呢，也就是看他的这个经验多不多，因为其实来讲的话呢，牌照是一方面，经验其实是最重要。那如果他没有做过很多，他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 AP 的类别，很多人就不会注意，他只看到哦这个是 police check，他就提供给移民局了。但是这个细节部分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或者是保险少买了1个礼拜。那这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但是它的后果是很严重，就是你投入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和钱和精力，还有全家的一个 plan，它到时候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說肯定是如果能找到澳洲的有監管機制保障的，然後有經驗的顧問是最好的。係啦，咁其實 Eric 頭先都介紹過啦，咁佢係即係已經有20年以上嘅經驗啦，喺我哋 ACIC 即係處理過簽證咧都超過10萬份，咁其實即係好多唔同嘅情況啦，佢都遇到過，所以其實佢嘅經驗係佢即係最珍貴一個部分啦。咁根據翻每個人唔同嘅情況，咁可能配合翻即係我屋企人都喺度嘅，咁想要可能就翻即係工作嘅問題啊，或者小朋友讀書嘅問題啊，咁幫你設計一個最適合你嘅方案。咁我哋就唔係話單純話你咁樣就一定要可能話佢簽咗啦，一定要上訴咁樣。咁我哋都係嘗試喺客戶嘅角度去諗一個最合適佢哋即係符合佢哋當前利益嘅一個方案咯。好㗎，咁咧就其實嘅時間都有嘅，咁不過即係可能我哋都唔使要滿足晒個半鐘頭嘅嚇，即係我哋就想睇下有冇一啲朋友仔，如果有關嘅問題咧，都可以依家去問啦嚇，咁就我哋如果可以嘅，咁咪可以早啲完咯，係咪？咁亦都即係我哋好多謝ACIC 啦，咁佢哋嘅團隊，即係如果你有需要，亦都可以直接去揾佢哋嘅。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可能有啲好細節嘅都頭先講到係可能要 case by case 啦嚇，咁即係需要同你哋商量嘅嚇，即係呢個我都經歷過，我唔係話要 sell 佢哋，但係即係係好幫忙到，即係我自己都好彷徨，即係嗰陣時喺即係幫我個仔去處理一啲讀書啊咁樣，即係好多嘢好細節就。唔係 general 咁講嘅，係啦，咁但係即係我都相信大家即係我就好我自己嘅諗法就係都好想大家唔好行啲冤枉路啦，即係同埋即係會有一啲難聽啲講，即係我諗我講就好過佢哋講啦嚇，就係即係我真係睇到好多良莠不齊嘅一啲移民顧問啦嚇，為咗賺錢咁，但係其實佢就即係會搞到好麻煩，甚至係即係大家嘅移民計劃或者讀書計劃都會受到好大影響啊！即係我都覺得大家去即係小心啲啦嚇！即係呢個我自己都經驗過啦，或者好似頭先阿 Edith 佢分享都經驗過啦，所以都係好想透過咁樣去幫大家有一啲好啲嘅 resources 咁樣嚇。咁我哋當然即係我都再分享啦，即係。唔係淨係professional 嗰個層面嘅，有啲嘢真係去到某啲位，真係都冇人幫助到嘅嚇，咁或者我哋都需要即係喺其他部分去幫助咯，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大家係啦，我哋香港背景嘅，我哋都彼此幫助啦。好，仲有冇啊嚇？我講嘢塞時間嘅啫，某個程度。OK。我見都仲有係啦，仲有個問題啦，咁即係好啊，你講啊。都常見嘅，即係佢問，如果485期間啦，每年都翻香港1個月，咁佢申請 PR 之前咧，使唔使將佢每年都翻去1個月嘅時間加上？即係譬如即係變咗4年零4個月之後先至申請呢個 Hong Kong Stream 嘅 PR 啊，咁樣。嚴格意義上講的話，它並沒有說是按天數來算的，它是4年是證明是一個 usual resident， 就是一個常住居民。所以說呢，如果我們講，如果正常澳洲都是打工都有年假了，每年的20天呢，去海外度個假，然後1個月啊，這些都是正常，說不一定是說一定要延後去申請的，不一定要延後申請的。同樣也要看你簽證到期日期，因為
签证到时候只是多给1年嘛，所以说也需要在签证到期之前去申请这个签证，所以到时候也是 case by case，但基本上没有说一定是要延后去申請。嗯，其實我自己啦，我自己都係 Hong Kong Stream，即係 PR 咁樣樣去申請啦。咁其實我嗰陣時都係嘅，每年都大概翻去香港，可能或者去其他地方玩啦，即係約莫都係1個月嘅時間啦。咁即係我自己嘅情況啦，咁樣嘅情況下，咁其實我大部分時間仲喺澳洲，咁佢都係認為我係一個 usual 嘅 residence 啦，咁所以就都冇問題嘅。我冇喺後邊再加多4個月嘅。仲有一個問題，係喺澳洲就嚟完成大學啦，需唔需要攞到香港同澳洲兩邊嘅 police check 之後再考 IELTS 咧？IELTS 的話，現在是英文是1年有效嘛，然後和 Police Check 沒有關係，然後做485簽證的時候是不用 Hong Kong Police Check 的，只需要 Australian Police Check，就是你申請485簽證的時候，Hong Kong Police Check 是在做移民的時候才需要，所以說這個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可以你可以先把英文考出來，因為英文萬一次沒有考到，你可以再去安排考試。Police check 的話，就是只要申請前去安排就行了。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把英文先考到，這樣的話呢，可以安全的去申請485簽證。我們的確有現在學生也面臨的就是說，那課都讀完了，然後呢，英文沒考到，遞不了485簽證，然後學生簽證要過期，因為學生簽證只多2-3個月時間，那沒的辦法再去續旅遊簽，再去考英文，然後在半年之內再考到，所以我都建議最好英文早點拿到，然後這樣就安心了，然後再加上畢業就可以申請了。那 Police Check 就不用着急，到時候做簽證的時候再辦就行了。琴日有個人問我一個問題，我想問呢，就係佢唔係Hong Kong Stream，佢係內地。咁如果佢內地485嗰個有冇一啲最大嘅分別？即係係咯，要留意啊。如果不是拿的 Hong Kong passport 或者 BNO passport 的話呢，它的現在485簽證的話是2年的時間，然後在2年的話呢，它並沒有一個移民的 pathway，也就是說你自己要去努力去達到移民。那達到移民的話呢，現在就是有3個通道。那投資移民是關掉了，那剩下的就是一個是家庭類的配偶移民，一個是僱主擔保的移民，還有一個技術移民，就是需要職業分數去 compete， 然後等邀請的這個 pathway。那其實就沒有一個特殊通道，但是其他的移民方式還是可以走的。包括我們這邊有很多的香港客戶學生，他們有完成了一些移民的課程的話，他們也雖然他們可以走 Hong Kong 的189 pathway， 但是他們覺得技術移民更快，其實他們也有在走。我們有幫客戶，比如說他是讀 physio 的，或者是 occupational therapy 的，那他們就是拿到485 5年之後，他其實不用去住滿4年申請 PR， 他如果之前技術移民獲邀的話，他也可以走技術移民，都 OK 的。嗯。嗰個問題喺個chat room 講咗嚇，網上申請嘅係啦，網上申請。OK，嗱，如果冇其他問題啦，咁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嚇，好嘛？咁啊，再一次多謝兩位啦嚇，多謝 Edith 啦嘅分享啦，多謝大家參與啊嚇，今日都有即係夾埋我哋自己人都有30人，即係有大概20人到。可能都係即係唔係好認識我哋啊，或者係因為一啲人介紹嚟嘅咁樣，我哋都歡迎你哋啦。咁唔講咁多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大家喺無論485啦，或者我自己482，我希望自己啦都係順利啦嚇，即係因為呢個真係人生大事嚟嘅嚇，咁希望大家咧都能夠喺呢方面即係得到專業嘅人啦。咁同埋即係喺移民嘅過程，即係實在係有好需要好多人嘅幫助啊，甚至我哋喺信仰上面需要神嘅幫助。咁所以即係都係希望大家喺今次嘅講座又得益啦。咁第日我哋都可能透過 email 聯絡大家，即係我哋有啲唔同嘅講座啊，或者一啲你想即係
可能因為有啲人都可能打電話，譬如有啲問我自己喺教會做，咁有啲唔同嘅問題咧，其實我都答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嘅，都係好唔容易啦，即係一個移民嘅一個即係喺人生裏邊嘅經歷。咁但係我哋教會係一個服務啦，咁都係好想去彼此嘅幫助。OK，好，咁咧我哋就到呢個為止啦，應該冇人有問題啦。OK，咁好，咁俾啲掌聲啦嚇，即係兩位啦。咁我哋日後再見啦。好，咁我哋到此為止啦嚇。OK，好，拜拜，拜拜。